中共點解突然落重手禁中國人投資海外股市？蔡奇向習近平匯報，中南海收到致命診斷書。伊朗從中國入口設備，高官揚言要永久斷網。觀眾朋友好，我係子珊。喺節目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我哋嘅頻道，千祈唔好忘記按下邊嘅鐘仔訂閱我哋嘅節目。而家我哋一齊睇以下嘅詳細內容。越嚟越多中國人投資海外股市。據大紀元報導，去年估計總額1萬億美元資金繞過中共監管逃離。為控制資本外流，中共最近對老虎同富途等離岸交易平台展開全面打擊，引發券商同投資者不安。中國人進入海外市場方式可能會被重塑。過去幾十年嚟，中共一直嚴格限制資本外流，個人每年限購5萬美元，而且只能夠喺海外旅遊、教育或其他非投資用途。中國公民同企業兌換外幣進行海外股市交易，只能夠通過滬港通同深港通等中共嚴格管控嘅特殊渠道，或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 QD2 計劃進行。散戶投資者仲可通過內地同香港基金互認機制，直接投資一啲喺香港上市嘅股票。其他任何未經證監會同當局監管機構批准嘅境外交易都屬違法行為。自2022年起，中共禁止未經授權嘅境外券商協助中國大陸投資者開設新嘅交易賬戶。今年5月22號，中共當局指控香港富途證券同長橋證券以及新加坡老虎證券3間規模最大、最活躍嘅券商喺中國大陸無證經營，處以總額3億3千萬美元罰款，沒收所有非法所得。呢個意味住3間券商現有內地客戶只能夠拋售持倉同提現，唔可以進行任何新嘅買入或存款操作。2年後，所有面對內地嘅相關網站、應用程式同伺服器必須徹底關閉。只有持香港同新加坡永久居留權嘅中國公民，以及持有投資簽證或工作簽證人士，目前仲暫時未被強制平倉。彭博社資訊編製咗一項指數顯示，去年繞過中共資本管制嘅外逃資金估計達到10400億美元。創下自2006年有關數據收集以嚟嘅最高紀錄，引發中共恐慌。中共當局話，呢啲券商平台削弱咗中共央行交易數據監控能力，無法及時發現洗黑錢或詐騙等非法活動或保護投資者。中共一邊打擊海外券商平台，一邊絞盡腦汁引導資本回流國內市場。2025年，中共當局啟動一項針對海外資本利得同其他境外收入嘅大規模徵稅行動。2022年，中共需大力禁止境外券商招攬內地投資者，亦無法阻止民間資本外流趨勢。為將財富轉移出境，中國人係八仙過海，用各類神通轉移小額資金，大部分利用每年5萬美元外匯限額進行轉移。轉移大額資金嘅，利用中共點樣打都打唔晒嘅地下錢莊，無論邊種渠道都採用跨境資金匹配方式，個人向本地券商支付人民幣，海外合作夥伴提供等值外幣，咁樣嚟繞過國內銀行系統。另一種方法係用人民幣購買香港公司簽發嘅保險單，然後取消保單，攞到外幣退款。5月22號，中共公布相關措施之後，富途證券喺紐約嘅股價暴跌28%，老虎證券母公司優普金融控股嘅股價亦下跌超過1/4。彭博社億萬富翁指數顯示，富途證券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李華嘅財富喺一夜之內縮水17億美元至47億美元。
喺紐約上市嘅中國公司股票美國存託憑證 ADR 亦面臨壓力。納斯達克金龍中國指數喺消息公佈之後下跌，由於內地投資者通常依賴非公開市場渠道購買鐵木集團同拼多多母公司多多控股等公司嘅股票，未來香港上市嘅 ADR 可能尤其脆弱。相比之下，阿里巴巴集團在內嘅好多大型中國公司喺香港上市，可通過滬港通等獲批項目進行交易。彭博社報導認為，中共呢一次打擊行動可能會加大喺美國上市嘅中國公司面臨回流上市壓力，對香港股市嘅影響可能唔大。中信證券估計，內地投資者通過富途同老虎證券嘅交易應用程式持有價值2000億至2500億港元嘅香港資產，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係股票投資。相比之下，香港股市每年成交額約2600億港元。三高問題源頭就喺肝腎脾，血壓高要疏肝，血糖高要補腎，血脂高要健脾，一項項咁調理太麻煩啦。三高代謝寶純天然草本，一次照顧3個臟腑器官，先疏通再調理，幫你恢復身體代謝，冇副作用，唔使怕傷身。而家就打電話或上健康520官網搜尋三高代謝寶，令三高真正降落嚟，唔係壓落嚟。據人民報消息，5月26號，前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法律顧問室副主任杜文喺佢嘅 YouTube 節目中爆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向習近平秘密匯報中共地方財政已經出現全面失血、造血功能徹底枯竭嘅系統性危機。呢個調查結論依賴中央辦公廳一支獨立嘅調查力量。蔡奇向習近平匯報，地方財政普遍比較困難，基層三保、地方政府化債、編外人員工資、工程款項還本付息等硬性支出持續增加，收不抵支嘅問題越嚟越嚴重。即使經濟形勢較好嘅省份，佢嘅硬性支出亦已佔到可用財力嘅90%以上。地方政府不斷調整策略，拆東牆補西牆嘅空間基本喪失啦，用喺發展嘅資金普遍已經歸零。蔡奇指出，各級地方政府嘅造血功能轉向枯竭，正越嚟越成為中央財政嘅沉重負擔。中央財政執行呈現保民生靠撥款支出，穩增長靠超長期國債同轉項債，化風險靠借新還舊，地方政府不破產靠中央政府置換債。整體情況係收不抵支嘅情況越嚟越嚴重，債務規模正喺度越嚟越大，越嚟越不可控。中央財政能夠調整轉換嘅空間正越嚟越少。蔡奇仲承認，目前最大嘅風險仲喺地方債中公益性項目現金周轉嚴重不足，爆煲潮隨時可能嚟到。呢類政府公益項目嘅停工潮正喺度發生，一啲承包企業同農民工集體維權引發嘅政治安全同社會治安風險唔可以睇小。地方政府欠款回收週期不斷延長，一啲企業難以為繼破產倒閉。據杜文透露，蔡奇喺匯報時，首先係幫習近平唱讚歌，將經濟嘅失敗歸結為歷史嘅責任，被逐步得以解決。喺習近平總書記掌舵領航之下，整體上正喺度呈現平穩向好嘅局面。不過同時，蔡奇又完全唔隱瞞將中共財政系統性危機匯報俾習近平，等於係幫中南海落咗個危病通知書。2025年中共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約122100億元，中央撥款支付高達101900億元，地方支出達24億4000萬元，赤字8000億元。
2026年預算延續呢一個格局，地方本級收入預計增長2.4%，中央對地方撥款支出進一步增至104150億元左右，地方財政赤字仍維持8000億元規模，財政自給率成為最明顯嘅崩潰性指標。另外，地方財政收入主要靠稅收同賣地收入兩大來源。過去30年，房地產係地方當局最大印鈔機，賣地收入一度佔地方財政30%至50%。而家呢個神話徹底破滅，房地產市場深度下滑，超過80%嘅城市樓市流動性枯竭，交易冷淡，價格蒸發。賣地收入持續下跌，成為地方財政最大失血傷口。另外，企業收入雪上加霜，成為宏觀經濟衰敗下嘅微觀代價。製造業 PMI 長期徘徊喺榮枯線下 ，PPI 持續負增長。蔡奇向習近平報告，連續42個月，41個重點行業中31個價格下跌，工業企業成本連續攀升。利潤率創當年新低，所得稅等主體稅種自然增長乏力。經濟層面，地方政府投資能力大幅下降，基建、新質生產力項目落實受限，專項債需大規模發行，但多用於化債同清還欠款，真正新增債份額壓縮，刺激效果非常有限。消費端居民因為樓價下跌，財富受損。加埋失業壓力，社零增長長期低迷，企業倒閉潮同青年失業並存，通縮風險深度加劇，公司機構行業內捲，經濟失血已從工業蔓延至服務業，外資民企信心崩潰，境內外資本逃離，貨幣供應量激增，就只能夠體外空轉，金融風險加劇。社會層面，養老金醫保不足擴大，全面告急，未富先老現實化，基層欠薪從民企向體制內蔓延，部分地區事業偏縮偏，公務員減薪傳聞不斷，社會性躺平，預防性儲蓄增加，進一步削弱內需，形成惡性循環。人口老化同年輕人失業，令社保可持續性面臨嚴峻考驗，失業潮、斷供潮、欠薪潮，令低層互害，極端欠中成為社會常態。而家地方政府造血功能徹底衰竭，政府荷包錢就空空如也，低層社會星火燎原。抖音、小紅書等平台上，網民以隱喻或直接方式發表反習反共內容，包括塗鴉維尼熊、小丑台詞、編造各種代號、嘲諷最高領導人等。中共審查系統疲於奔命，習近平正瞓喺火山口上，表面維穩高壓，似乎控制住局面，但低層岩漿已經四處湧動。財政危機向社會危機傳導嘅環節一旦失控，任何局部事件都可能成為引爆整體崩潰嘅導火線。據大紀元報導，伊朗喺經歷咗近乎完全斷網88日後，喺5月26號恢復咗部分網絡。不過，伊朗高層內部分裂，釋放唔同信號。據悉，伊朗已從中國入口網絡監控設備，更有高官透露，有人想永久斷網。與此同時，伊朗親軍方媒體話，一間行政法院已暫時終止咗政府設立嘅負責重啟網絡嘅機構運作。網絡觀察機構 NetBlocks 26號喺社交媒體 X 上發帖話，即時數據顯示，喺同國際網絡近乎完全隔絕2093小時後，伊朗嘅網絡連線喺第88日部分恢復。呢個係現代史上持續時間最長嘅全國性網絡中斷。由總統佩扎希齊揚設立嘅特別網絡空間機構喺25號投票決定，將國際網絡連接恢復到2026年1月之前嘅狀態。
信息通訊技術部長哈希米表示，喺相關機構嘅首次正式會議上，恢復網絡嘅決定以9票贊成、2票反對獲得通過。佢嘅副手表示，全國範圍內嘅固定線路互聯網已開始恢復。因伊朗統治層內部分裂，好多信號自相矛盾。隸屬於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嘅法爾斯通訊社首先質疑政府係咪有權發出呢類命令，並指出由於呢啲限制係由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實施，因為咁只有呢個機構先至能正式撤銷呢啲限制。幾個小時後，法爾斯通訊社喺一篇社論中軟化咗立場，話重新開放互聯網係一項必須嘅技術和安全決定。隨住網絡環境嘅改善，呢一決定遲早都會發生。26號，有伊朗親軍方媒體話，一間行政法院已暫時終止咗政府設立嘅負責重啟網絡機構嘅運作。呢一消息尚未獲得證實。前伊朗國家廣播公司負責人、現任最高網絡空間委員會成員薩拉夫拉茲話俾網絡報紙法拉茲聽，德黑蘭內部各派系正試圖限制公眾嘅全球互聯網接入，同時將互聯網保留俾少數受控社群。佢透露，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已從中國入口設備，用於永久切斷互聯網。媒體引述知情人士嘅消息報導，伊朗國家廣播公司現任負責人傑佩利同最高網絡空間委員會秘書阿加米里係恢復國際互聯網嘅最強烈反對者。據法拉茲通訊社報導，直到會議結束，兩人始終堅決反對伊朗重新接入全球互聯網。報導話，阿加米里嘅立場尤其引人注目。因為最高網絡空間委員會秘書係由總統任命嘅，即使阿加米里最初係喺上一屆政府時期被任命，但佩扎希齊揚總統後嚟亦仍然俾佢留任。報道仲話，阿加米里嘅反對立場令佢同政府產生咗分歧，而佩扎希齊揚已公開表示，恢復互聯網接入係佢嘅首要任務之一。東北大學電腦科學助理教授埃德爾森話俾海外嘅伊朗國際通訊社聽，包括伊朗在內嘅好多其他國家，尤其係伊朗，都喺度朝住中共對維吾爾族人嘅集中式互聯網封控模式發展。佢指出，中共依靠國家機器過濾內容、監控用戶，並有選擇咁決定民眾可以訪問邊啲信息。呢啲跟中共靠攏嘅威權政府，亦越嚟越傾向於採用靈活嘅網絡監控系統，以便喺政治敏感時期收緊限制，並喺需要經濟活動時放寬限制。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高級研究分析師、曾任美國財政部制裁執行官員梅茲利什表示，中共長期以嚟一直喺度向佢嘅權威夥伴輸出審查技術同監控能力。佢擔心呢一種審查形式將構成一種大規模嘅侵犯人權行為。梅茲利什建議應該越嚟越多咁從侵犯人權同數碼鉗制嘅角度嚟審視中伊之間嘅網絡監控技術轉讓。日日睇住我哋節目關心時事，睇政論節目，一睇就好幾個鐘啦。你隻眼係咪乾到打唔開呢？好多人搏命食葉黃素，錯啦，呢個就好似泥土都乾裂啦，你仲一直喺度施肥，根本就吸收唔到。真正厲害嘅護眼叫先潤再護，呢款潤眼寶就係你食嘅人工淚液，佢用石斛同玻璃酸先幫眼睛清熱，補滿水咁，眼睛水潤啦，護眼營養先至能夠真正吸收。唔好再白做啦，點擊置頂留言中健康520嘅連結，買3樽仲有7折，快啲去買啦，等眼睛飲飽水。新聞要點嘅內容就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我誠意請你點讚、分享同訂閱我哋嘅頻道。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次再見。